我发觉新加坡，给我的感觉蛮好了，很舒服啊。因为我们来吃这个早饭吃啊，真是要很拼，很适应，随时会发生很多问题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不要你了，你又要回去你的另一个地方，心里面呢感觉就是很像我，因为它里面讲的东西就是从外地来的，在这边生活，之前是一个人生活，最后就是老婆啊、女儿都来了，好像我现在的生活的感觉，所以对这个戏感觉就哇很像我的衣服啊，我的工作都很像，所以你看到这个，我看到我这个戏都跟我的现在啊有80%就是这样了，一個很平凡、很普通一個外地人來到，為咗生活，為咗我們的將來。記住啊，是一個門牌一個夢，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點鐘，你們知道嗎？我是阿德，謝謝你們。哦，走啦，OK，我8分鐘來，OK，sorry，OK，是個名牌一個夢。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點鐘，8分鐘，你記得嗎？我是阿德，謝謝你。